我们航天是最浪漫的职业，这个你还不明白吗？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东西呀？那天那个女孩子，我听我太太说是个明星。这姑娘不错呀，讲话呢还有点道理。你的终身大事也该考虑一下了。我看她不错，你应该积极一点。老师，我凭什么呀？凭你的本事啊！哎，我真是看不懂了，你一个堂堂的未来总师，名校毕业，怎么就配不上一个女明星啊？就是因为钱？这样说吧，就算你年薪100万千万，恐怕你也没有人家挣得多。我们航天是最浪漫的职业，这个你还不明白吗？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东西呀？去吧去吧，看见你我就来气。因为今天要见大家嘛，所以想打扮的甜一点，这样可以方便卖萌。你最萌了，最可爱了。今天啊，我们给晶晶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。可是我收礼物是有原则的呀。知道，我们晶晶是不希望大家花钱。那想先问一下晶晶啊，今天生日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吗？我还没有收到什么特别的礼物，但是我相信大家送我的礼物一定都是很特别的，都要拿上来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很重，拿不动吧。月底生日，想要什么礼物？那我不会客气哦。别客气。你送我一个5连爵士吧，打到现在我还没5连过，不过是要你送我的，不是他们送我的，所以你不用模仿他们的打法，因为我更喜欢和你打配合。